今天是复查日，如果指标正常的话，就能回家了。回家住上3个星期，再到医院来生孩子，争取今天出院啊！加油！医院里天天都是生老病死。刚刚 B 超室出来一个女的，一出来就大哭。医生说她肚子里的水控制不住，太多了，8000 cc 腹水，什么腹膜后转移，只有几个月了，一直坐在那里哭。同样都是肚子里的水，我们希望镜子里的羊水多一点。在医院这些天，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看得太多了，身体真的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Later， 今天做完的指标不好，又是只有50几，现在主任们在一起讨论要不要抛。前2天做还103呢，今天只有50几，腰斩。镜子这么一看，前2天100多的时候，他们没让你出院是对的。这个东西是要观察观察的，反复太严重了，这波动比股票还厉害。镜子，你出院无望了，基本是要住到生。你明天过生日了，我只能来医院帮你过了。刚才医生来汇报了，现在离36周还差4天，这个4天内就是在挂水。那么如果到36周的时候查出来水还是这个样子，就要抛了。医生说36周出来基本就是一个接近足月的了，就好很多，总归比你之前34周要抛要好。一步一步来，再熬4天，加油！到家了，出院无望。现在把小孩的奶粉、奶瓶，还有产妇用的一些产褥垫什么，准备一下，送到医院去，就是要住到生了。奶粉带1罐，奶瓶0个月奶嘴，还有婴儿的衣服、包被啊什么的，还不能直接带过去，还要水里洗一洗，要明天才能拿过去。朋友们啊，因为这个月镜子反复的住院，我们将近1个月都没有自己烧过饭了。平时我就是外面随便吃点或者叫个外卖，结果今天自己想炒个菜的时候发现2个燃气灶全都没电了，自己把电换一下吧。这个电也用了5年了，这个是京东上买的，早上下单下午就来了，装好了，看看有没有电。啊，不是电的问题啊，看样子是坏了，只能让师傅上门来修了。我还在想是不是电池没电了，自己换个电池，结果叫师傅的这个维修费省不下来，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看。朋友们，现在可以了。刚刚我又上网搜了一下，要么有可能是没电，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出电的地方会不会是汤汁啊什么的堵在上面没有清洗。刚我把锅移开来一看，因为很久不烧了，上面确实有之前残留的油，正好盖在了那个出电的地方，2个灶头上都是。我擦了一下，现在就可以通电了。所以再次证明一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生活中很多钱其实都可以省下来的。镜子啊，小孩的奶瓶奶粉我都拿来了。刚刚在楼下我还遇到了好几个粉丝，他说你们家镜子不是出院了吗？不是指标上去了吗？我说这个指标和过山车一样又下来了，所以出不了院。你就安心的住在医院里吧，医院里最安全啊。小孩的衣服洗好之后我都会带来的。